这个体育署推出的动资券，一张500块，有超过670万人注文登记，嘛2张直播抽卡啊！这个抽卡的方式是邀请到4位的国手来射飞镖，产生着一组乱数的数字，再佫由电脑的程式随机来抽出着400万的得奖者。结果是互骂甲扁。 讲实在无了解这种抽考的方式，依据伫咧倒位，而且嘛无法度随着知影抽考的结果，也就是讲有看这个直播，甲无看这个直播拢共款，完全唔知影食着奖咯。4个东京奥运的国手甲飞镖写出去，体育署直播动资馆抽奖的过程，但是看了根本嘛是唔知讲家己到底是有得奖无。过10点钟了后，才收到通知。 恭喜你得奖啊！收到通知了后，做一人去网络顶一看，发现讲，安奈讲无得奖。我们是以简讯为主，超过670万人要抽400万份的动资券，但是最后只有399万9998个得奖的人，剩下2个名额去倒位？ 昨天也进一步了解，那就是末码部分，它就是有2位，不是0到9，而是英文数，所以这2笔就是无效票。 得奖的过程无讲介顺利，无得奖的。 上次易放券啊，还有这次的动资券啊，还有前2天的那个乐透啊，都没中啊。对，就是连让我想要运动的机会都没有。体育署的统计，这摆得奖的人是身份证号码尾数0的人几率上悬，尾数4的人得奖的几率上低，但是得奖的几率嘛是同款正低126，拄拄好含计放悬，得奖的几率较低的人，阁是共一倍。只有会当讲向上幸运，真正是无得卡，讲袂准。好来，